国健署署长的交接典礼今仔日来举行，台湾具婚联盟呢是专工去甲抗议，不满前署长吴兆军是有条件来开放着家离婚，要求新署长新证婚都爱撤销这项政策。原来国健署是回应讲，其实这审查的过程拢是依法来进行，政策方向袂因为人事的变动而来改变。 拜个卫福部国健署新署长就任，国健署内底有举办交接仪式，但是国健署外口由家长、老师和拒绝婚害团体组成台湾拒婚联盟，在国健署头前抗议，不满前国健署署长吴兆军任内有条件通过美国、日本两间家离婚首相14项产品，未来会合法伫台湾就期，呼吁新就任的署长新证婚赶紧撤销家离婚，卖互错误的政策延续落去。 我们身为教师，第一个就想到我们的学生。我刚才在上网，我发觉到就可以在网络上是购买这些加热烟的载具。我们政府有办法去管吗？ 另外，离婚团体嘛进一步诉求，针对家离婚的口味问题，目前政府虽然已告禁止27种口味，不过婚商伫台湾申请的口味就超过1200种。国健署干来限制27种根本就无够，民团呼吁政府应该爱马上公告，除了薰草原味以外，全面禁止所有加味婚品。10个里头有9个，他第一次接触就是加味烟品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，所以他要求各国政府建议各国政府要赶快立刻马上禁止加味烟品。它就是依法行政，不是依人行政。好，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哈，所有的政策是对民众有利的政策，那国民健康署都会履行这些法治的作为。对此，国健署是回应，一切拢是照合法的程序来行，并无违反相关的规定。虽然署长交接政策也是会照规定推动，未来严格审查两间家离婚的厂商，若是有违规的行为，因会马上撤销资格，保障个人的健康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